请啊，继续来看强烈的大陆冷气团继续发挥着威力。台东的嘉明湖降到0度以下，半暝3点外开始落雪，这个积雪2公分，都亲像是梦幻的世界。另外一边，南投合欢山的武岭是落美雪，有民众趁这个难得的机会，冲去武岭帮朋友来做生日。专家来提醒，讲这波强烈的大陆冷气团，这个礼拜日会转大冷，但是后续的威力可能会增加到寒流的等级。落雪路规片树林甲厝尾顶拢互白雪砍掉，白舒适穿白色的鞋仔来到山景。台东嘉明湖今日日透早3点外开始落雪，积雪超过2公分，民众唔惊寒，摕相机记录美景。那同款变做白色世界的有遮。记者目前就是在五岭停车场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因为清晨有下冰线的关系，可以看到现在放眼望去哦，整个山壁上面呢都已经结冰结霜，都已经结了厚厚一层哦。那甚至呢，在往后看呢，可以看到这个植物上方呢，都已经出现这个雾凇的情况。树尾拢结霜，白舒是白雪冰，周围的山峦嘛拢是粉烟，变做一片白茫茫的世界。不少民众正暗着守伫咧南投武岭来等雪，甚至有人夜白夜替朋友做生日。当事人不知情，我朋友策划的。要延期过3天哦，明天要去宜兰太平山过。想说小孩子第一次来看雪，所以就提早出门，看能不能够巧遇。不过让我们遇到了，很开心，来到一个白色的美丽世界。虽然天光了后雪就停啊，不过也是有人捡涂骹的冰霜来做雪红啊，算甲真欢喜。而且这波落雪机会也未结束。包括今天或明天，在3000公尺以上的山区，都还假如低温跟水汽条件有配合的话，那可能也都还是会有下雪的情形。另外，在北部跟宜兰这边的话，由于温度会再更低一点点，所以山区假如是在今天在2000公尺以上，同样也要留意路面结冰或是有零星降雪的状况。强烈大陆冷气团继续发挥，拜日礼拜水汽转大，气象署提醒，深夜到透早的这段时间，辐射冷的效应是上明显。按照较快的地区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，北部的测站更较有可能会增做寒流战急，出门就要注意保暖，穿好烧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